过着这个病毒的确诊者恢复健康了后，才是挑战的开始。台湾到目前为止有超过260万人确诊，其中有将近800个人伫恢复健康了后的3个月出现着后遗症，也就是中新冠。目前西医会针对这个人来做复健，也则是看科别来治疗。讲其实嘛会当用中医来治疗这种的中新冠。甚至讲，伫确诊的时阵，都来食清冠1号，也则是同时都用中医来治疗，安尼佫会当有效来预防着尾来这个后遗症。头毛直落，若个继续落，地变甲真歹看。就自然东西。真无简单，好起来，所逐礼拜拢爱做复健。感染过新冠病毒了后，身体敢若完全也袂好理理。根据指挥中心统计，本土累积260多万人确诊，人好起来，伫咧3个月后，佮出现病危的人有787个人，这个叫做中新冠。时常有呼吸道的症头、皮肤起疹膜，或者是有甩头毛的情形。某人会有忧郁、超烦、失眠、脑雾和神经认知功能相关的症头，甚至感觉胸坎白白、胸坎痛。中医师就讲，这病危拢有通医。像清冠1号，它里面比较多清肺热的、消炎的。那但是像你看我刚刚讲虚的，这些都不是清热的药来做治疗。还有脑神经的问题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会用一些，比如说天王补心丹啊。或者是柴胡龙骨牡蛎汤，在治疗这脑神经或者是睡眠的障碍。唔免等到出现中新冠症头出来，才去治疗。伫咧确诊的时阵，透过中药来调理，得当先预防。那清冠1号因为它比较大众化，它药不会说太寒，刚确诊的时候先吃，但是事后还是会建议要换药。那你如果换药的话，那当然，假设我一开始确诊，我就先用比较合适他体质的药，帮助他免疫力提升，然后去抵抗这个病毒的话，那他是不是他的后遗症就会快速的减少？中医师强调，使用清冠1号爱食5天，不过上好嘛是爱看病人的体质，来调整剂量，或者是换药啊，才当改善无爽快所在，和预防中新冠。即马健保署的系统无中新冠的诊断码，所以看中医咪当提供给民众另外一种选择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